不然是谁要保障你的意外来临的时候的那些费用？Leon，像你这样子啦，因为你是一个 based on 全佣金的基金顾问嘛，所以你是完全没有这种social的保障的。这样子对你来讲，是不是保障的缺口其实比打工族还更严重？在你们讲的之前，我真的不知道什么灵动24小时嘛。这样听，我觉得我们在保障这一块是一定要做得好的，不然是谁要保障你的意外来临的时候的那些费用？你们还可以讲我是老板，我给你一个30天的额外的补贴，可是谁补贴我？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要注重意外的保险，可能你们这边可以做足它。可是你有买个人意外保险吗？有，我就觉得我好像一直都在路上跑，就一直驾车，比平时之前在打这样啊，也不会很大，就是合理的价钱，合理，对，符合我现状的一个保障。而且你有存那个 Money Market Fund 不是？对啊，我们还有送那个免费保险。这我们 Money Market 保的那个 Personal Accident 应该没有到很多了，一赔一啊，1赔1哦，就是5000以上到100千啊。可是要看你的 accident 有多严重哦，才可以 claim 到多少。这个有的吗？断一只手指多少钱？多少%？眼睛还是什么？ OK。